来看审计部上新的报告指出，讲咱国免签证的国家和地区，对去年的171个减少5个，即马剩166个。外交部表示讲因为部分的非洲国家可能是政治的因素，取消免签证的地区，有部分嘛可能甲中国的施压有关系。每个签证待遇异动的个案情形都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 但外交部都不能排除与中国施压有关。我期待，当我们在跟世界国家往来的时候，不管是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，都不要受到政治议题的干扰。 外交部表示，讲非洲的波扎那，就因为中国压力，伫电子签证的系统取消台湾的选项。哥伦比亚去年嘛宣布取消咱国的免签嘛无排除甲中国的施压有关系。审计部指出，讲外交部针对这取消免签的国家，伫网站超过1个月才更新，应该爱检讨。外交部嘛表示，讲稍来会随时来更新网站的资讯。